嘉义市伫3年前启用乐龄健康训练场，是大伫遮会当照顾马，甚至练习骑马。专家也讲，是大参马互动，唔但会当训练骹手的筋肉甲平衡以外，也会当增加家己的自信心。是大甲安全装备穿好势，伫专业人员的协助之下，豆豆啊徛起伫马顶。87岁喙齿阿嬷自3年前来乐龄健康训练场，即摆跟甲马仔培养出真好的感情。本来唔敢做的代志哈，不止骑马这件，全部都会敢去尝试。骑上马的时候，你真正的放松，马会跟你有所交流，那种交流马儿会感觉到，妈妈也会感觉到。为着要互士大透过照顾动物来培养对家己的认同，嘉义市乐龄健康训练场专工找马仔来互士大照顾，而且阁互因有骑马的机会，士大骑马嘛顺续出来拍日头。借由马的这样一个包含触摸啦、体验啦、刷毛啦，甚至能够上马，这个其实对他们长辈都是一种肯定。你要上马哈，其实是要全身的肌肉是要协调的，然后脚跟手的力气也是要协调的，还有就是他必须对自己有一定的信心。嘉义市卫生局表示，目前骑马的体验得到袂少士大的认同，未来嘛规划要伫别位引进，希望更较侪士大透过这种体验，生活愈来愈健康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